我喺 Facebook 度睇到，咦福音團契呢個熱潮咁，我就主動揾阿林牧師，咁佢就同我講，咁佢哋嗰個佢哋敬拜咧已經係搬咗去新嘅地方，就喺窩打老道彌敦道嗰度交界，咁所以我就曾經去過一晚。咁佢話佢哋有個義主行動嘅，問我有冇興趣，咁我話好啊，我都見識下咯咁樣。所以喺上個月嘅6月29號咧，我係參加咗第一次嘅，咁今次咧係參加第2次嘅。咁我覺得呢個行動好有意義咯，可以幫到好多貧窮嘅人，有需要嘅人。係值得去下嘅，咁我亦都希望所有飲食業嘅同業大家不論你做到咩位置都好，有機會你都可以參與呢個行動。如果大家都覺得我哋嘅愛心盛宴好有意義，可以去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讚好同埋 share。又或者參加我哋好人好事至低選舉，寫低喺日常生活中遇見過嘅餐飲業好人好事經歷，寫得最好獲得最多 like 嘅朋友，可以喺11月28號嘅謝謝廚師宴企頒獎典禮中獲獎。大家一齊嚟發掘香港飲食業嘅好人好事啦！一齊唱好香港飲食業。